大家好，我们是 OST， 我是纪文，我是诗甜，我是小玉，也很开心。我们今天要来推荐亚维莫瑞的新专辑，但是在推荐新专辑前呢，我们要先大概简短讲一下我们对他的第一感觉。对，你先，我先吗？对，我们快速的，好，那就我代理讲这个，等一下你们代理讲别的，好，汽车总代理哦。好，就是我们第一次其实是在一个活动上遇到的，然后我们也有发出了这个一起合作的邀请，然后雅维姐也是非常的直接的，就答应我们，对，他就说一定有机会就跟我们合作。然后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，因为我们在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已经遇过很多次了，他每年都会参加。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真的很喜欢泰雅族的这个语言，然后希望把这个语言透过音乐让更多人知道。这样，所以亚维的梦呢，这张新专辑已经在很多数位平台上上线了，然后我们也有拿到实体专辑。然后实体专辑呢，因为我们没有带出来，但是它是非常非常的时尚。因为听说好像也是对造型也很时尚，对，就是感觉得出来，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梦境的感觉，很用心。对，然后在音乐呢，就诗甜有特别想推荐一首歌，叫《拉蒂娜达亚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就是泰雅的后代嘛，我们就是拉蒂娜达亚。对，推荐给大家。对，3月31号在哪里呢？在 Legacy 有什么首唱会？亚维的梦首唱会，3月31号在 Legacy。想要听亚维莫瑞最新专辑的朋友，记得不要错过这场演唱会，耶！